是上乌落你的名，你是我的顶摆，是我的勇敢，搁是予我夜关头的主。虽然对着话泪讲救我，伫你胸前我不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依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得胜。现在大家平安，咱今仔日要分享的是约翰一书第2章1到6节。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。伊为着咱的罪，咱的罪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。咱若有伫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若有人讲我捌上帝，毋过无伫遵守伊的诫命，这个是白贼，伊内面无真理。毋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的听就真正伫伊身上完全实现。人若讲伊踮伫上帝的内面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的内面。以上，咱今仔读这节的圣经第2章第1到第6节，最主要经文的核心的信息。第1节到第2节是咧讲中保甲挽回祭。耶稣基督为了咱的罪，正做了挽回祭。伊是咱甲上帝之间的中保，中保就是类似辩护者。伊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，无搁惊吓。第3节到第4节，叫咱爱认捌主，守诫命。咱若真正认捌主呢，就遵守伊的命令；无遵守伊的，就毋是真正认捌主。这是对耶稣基督的听有绝对的关系。伫第5节到第6节，咱来听主甲顺服。凡遵守主的道的人，对主的听就会当完全。咱若讲伫住伫主内面，就当照主所行的去行，会当帮助咱来胜过罪。伫第3节的中间，咱会看见咱遵守上帝命令，等于认捌上帝。因此，遵守上帝命令甲认捌上帝是袂当分开的。爱特别注意认捌这个词，并不是只停留在一个思考、知识的层次，而且爱有实际的行动。安尼的生命才是活我的生命。对第1节到第6节，这个经文互咱有一个提醒：咱毋通靠家己的力量来胜过罪，爱静体、骄傲，甲家己迄个固执的坚持，因为这是本身就是罪的根源。盗撇试探，最有效是对付罪的试探的方法是盗撇甲拒绝。毋通认为家己偌坚强。第3，咱来紧紧抓牢主的道，紧紧抓牢主的道，单纯来顺服，才会得到丰盛的祝福。第4，咱来靠主得胜。耶稣是咱胜过罪唯一的力量，咱来时时来倚靠伊，行入伊的诫命内面。最后来讲，听爱有行动，因为听主愿意遵守伊的道，这种的听保守咱无轻易来犯罪。
所以结论来讲，这段经文提醒咱信徒爱透过耶稣基督，甲伊建立真实的关系，而且伫日常的生活中间，顺服甲听来回应这份的恩典，活出主相连的生命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正做阮的赎罪祭，感谢你，因为上帝的赦罪会听，深深入阮的生命内面，改变阮，互阮乐意来听主。因为听主，阮无想要去犯罪；因为听主，阮愿意饶赦得罪阮的人；因为听主，阮愿意学习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典范。感谢主，因为听，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；因为听，互阮活伫真理内面，大有望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。你是我的顶摆，是我的引根，更是予我举拳头的主。虽然对敌围擂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不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倚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胜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时常学了你的名，你是我的顶摆，是我的引根，更是予我举拳头的主。虽然对敌围擂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不惊灾害。你是